妍妍，咱妈还没回来呢，要不然咱等会儿再吃吧。什么意思啊你？这么多菜，我先吃2口怎么了？我想着咱妈还没回来呢嘛。咱妈没回来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家，你天天在家白吃白喝还这么多事儿，我吃你的了吗？我怎么白吃白喝了？我在家一边看孩子，我还在一对 APP 上做红娘挣钱呢。哎，妈回来了。妈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嫂子都不让我吃饭。豆豆，妍妍难得回来一次，你就这么对她？闺女，走，妈带你出去吃，真的带她受气。哼，妈，我想吃大闸蟹。回自己家去，买菜就这么多事儿。妈，你怎么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回到娘家少泼水。我的儿媳妇儿谁也不能欺负。你将